Hello， 大家好，我係飛龍。好啦，大家開始聽之前咧，俾個 like 我哋先啦。你哋每一個 like 咧，都對我哋好重要嘅。大家好，我飛龍啊，今日係2026年4月23號啊。咁啱啱我食完 lunch 啊，又要報告新聞啦。點解突然間強調食 lunch 啊？呢輯新聞其實係有關阿思明出殯後嘅假穢酒啊。係我知你冇份食，連阿鼎爺同阿永豪都冇份食㗎啫，因為佢哋缺席啊。之前講咗佢唔出席啊，唔出席亦好擺明咧，就係佢唔滿意今次阿思明嘅喪禮嘅安排啦。不過正佢哋唔出席咧，就俾阿大仔啊，阿李永漢啊，對住傳媒啊好多嘢講喎，當中爆啊細佬啊同埋父親啊喺呢個喪禮裏邊啊費用係零付出啊，所以同大家研究一下佢啲說話背後嘅含義啊。首先我想講翻喎，今早啊大約11點嗰時啊，阿思明嘅靈柩咧就送至去虎山嘅殮房啊。咁其實之前嘅報道我都有講過嘅，不過我想補充翻啊，思明嘅前夫嘅鼎爺啊，今朝早好多時行動咧都要人哋攙扶啊，例如補出殮房嗰剎那，就要細仔豪仔咧緊緊咁樣攙扶阿鼎爺。其實見阿豪仔今日都好慘啊，喊到雙眼啊滿紅筋啊。咁阿鼎爺咧今日就完全一句說話都冇講過，反而喺鼎爺身邊嘅夏慧姨啊，有幫鼎爺解圍啊，就連番同傳媒表示話係啊，佢唔講啊，佢講唔到嘢啊。係啊，夏慧姨代啊喺鼎爺發言嘅今日，即係世事有時你都估唔到啊。夏慧姨啊92歲啊，你見佢而家個身體啊仲壯健過81歲嘅鼎爺。不都明啊，鼎爺係好傷心啊，所以今日啲人問佢乜嘢都冇答啊，至多係搖下頭咋。咁今朝阿李永豪太太都冇出席啊，費事同阿李永漢喺度頂撞啦。你見佢琴日佢都幾強硬啦，請晒啲保安唔俾阿豪仔個太太入去靈堂。好啦，講翻啦，咁啊李家佢哋完成咗上山儀式之後啊，李永漢啊出席假穢酒席間啊，就接受傳媒訪問啦，情緒仲一度激動啊，因為啊外界好似質疑佢好多嘢啦，當中由母親點解離世之後2日啊，先至通知爸爸同細佬啊李永豪夫妻啊個關係搞到咁惡劣咧。好啦，今日李永漢啊終於肯開腔啊，詳細回應呢件事啊。咁啊實好時機啦，因為佢阿爸同埋細佬都唔喺度，如果佢哋喺度咧，隨時就變成嗌交啊。不過李永豪一路都叫阿鼎爺喺媽媽出殯期間啊，唔好同哥哥有任何衝撞啊。所以見阿鼎爺一路都盡量都唔出聲啊。好啦，李永漢佢點對媒體講咧？佢一再強調啦，係守護母親嘅尊嚴啊，為首位啊。咁啊又指控細佬爸爸喺喪禮就係冇出過錢喎。咁呢個訪問啊，李永漢再多次啊重申啊，母親思明生前啊係冇承認過細佬李永豪嘅妻子啊。咁李永漢仲非常之堅定咁講，呢啲唔係佢單方面說法啊，係有人證在場啊，並且佢仲舉一啲事例喎。首先佢話細佬結婚嗰時啊就冇邀請母親啦，事實都係擺在眼前啊。即使有人啊指責其說法啊，其實係對死者不公啊。咁李永漢仍然堅持啊要完成母親嘅遺願啊，確保啊媽媽最後一程啊走得有尊嚴啊。咁雖然佢有歡迎細佬出席喪禮，但李永漢仍然堅決啊反對唔獲母親認可嘅人參與儀式啊。好啦，至於被指責思明走咗2日之後先至通知鼎爺，李永漢解釋咧，佢就話並非係全心嘅隱瞞啊，而係基於一啲程序同埋情緒嘅考量啊。因為佢話一定要按佢嘅 best situation 去做啊。咁首先佢要辦死亡證啦，處理遺體嘅防腐啊，安排法事。咁李永漢仲話，如果當時立即講出嚟，係咪就可以解決問題呢？咁所以佢咁樣做亦只不過係啊確保一切處理妥當啊，唔好催生其他嘅問題啊。當然我覺得呢個只係佢嘅解釋啫。咁如果係咁樣，係咪人人啲親屬死亡嗰剎那全部都係隔2日先至通知最親嘅親戚啊？人哋唔會嘛。不過算啦，向來佢都係有佢自己獨特處理嘅事情方法啊。咁李永漢佢話，因為思明走得非常之突然啊，佢自己都係最後一面都見唔到啊，所以喺佢自己極度悲痛之下，佢就選擇咗優先確保所有事情個程序萬無一失，先至同其他人講啊。好啦，被談及啦，同細佬李永豪啊，會有機會可以冰釋前嫌呢？咁李永漢佢就話，其實好被動喎，亦係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啊。佢自己強調啊，和好啊係雙方嘅。佢若然細佬肯主動啊，要求坐落嚟咧喺度傾一傾咧，
佢係絕對唔會拒絕啊。不過而家母親身後事咧都未完結嘅，因為佛教啊就重視749日啊，所以目前嘅任務咧就係要打齋念經，令亡者安心前往好嘅地方啊。好啦，對於網民啊，針對關心啲遺產分配啊，同埋對簿公堂嘅傳聞啊，咁李永漢直言嘅依刻咧係完全冇諗過嘅。咁啊仲話如果依刻啊講錢的話咧，其實係對亡者不敬嘅。好啦，至於對於缺席假位酒嘅爸爸鼎爺啊，咁李永漢嘅言談之中咧就充滿擔憂嘅。佢甚至形容自己啊唔想失去媽媽，之後咧亦唔想失去爸爸。咁佢自己都透露啊，試過好多次啊邀請爸爸同住，仲建議安裝個平安鐘啊，但都俾佢拒絕啊。咁所以佢話而家佢好相信爸爸咧係俾人控制嘅，某啲言論啊唔可能係一個80歲嘅老人家嘅本意嚟嘅。咁佢亦睇到爸爸極憔悴嘅樣啊，見到佢都十分之心痛同埋孤獨啊。不過我都好明白點解鼎爺唔想同李永漢住啊。若然之前鼎爺講嘅說話係啱的話，思明同李永漢住，搞到思明完全係唔見得豪仔。咁若然鼎爺都係同埋佢住的話，咁咪仲控制埋鼎爺啊？即係點啊？想全部禁住晒，唔可以同佢細佬來往，同埋都冇咩可能啦。鼎爺同思明係離咗婚嘛？即係若然鼎爺同李永漢一齊住，即係同埋思明一齊住啦，係嘛？即係講緊思明未離世之前啊。若然佢哋真係可以一齊住啊，當初就唔使離婚啦。所以好多原因鼎爺係唔會同李永漢住嘅。咁李永漢仲話媽媽嘅喪禮嘅費用全部都係佢自己負責啊。細佬同鼎爺咧1毫子都係冇出過嘅。喺呢度話細佬同阿爸唔出錢，但成件事係要拿住晒自己嚟搞。咁當然啦，佢可以話咁事後佢哋都可以話夾翻份，佢哋都冇話夾翻份。係啊，佢哋根本就唔滿意你咁樣搞，點會同你話夾翻份呢？即係如果咁樣話夾翻份的話，就好似某個程度上認同咗你咁嘅形式去搞乜啫。所以你又見到鼎爺同偉豪咧有啲地方讓步的話咧，又會俾李永漢喺呢讓步嘅地方又俾佢進一步反咬翻一樣嘢喎，真係。當然李永漢都有佢嘅觀點道理啦，唔排除成件事佢有盤算係點樣做，同埋點樣面對翻傳媒解釋翻而家嘅情況嘅啫。係啊，李永漢話佢而家其實仲有好多事要去處理啊。頭先俾記者問到即係會唔會同細佬和好翻呢？佢就話暫時冇時間同細佬坐低慢慢傾啊。調翻轉應該就去睇下佢啊，即係睇翻豪仔佢自己啊。好似頭先話齋，如果豪仔想同阿哥坐低傾嘅，咁佢仲話會呢番 say no 佢永遠都係唔會 say no 嘅啫。不過李永漢仲講到要辦理呢一件事第一時間就係要佢出席啊。即係好似話真係，甚至乎咁唔愉快嘅事佢都冇話叫佢唔好出席。個情況等於李永漢之前都講咗，佢安排晒所有喪禮嘅事嗰剎那，其實佢係有 WhatsApp 過俾佢細佬同埋鼎爺，佢哋兩位都係已讀不回啊。咁李永漢呢句說話其實想講一樣嘢即係外邊個個覺得李永漢你會覺得我衰人我係咁絕情嘅。李永漢其實有人想同媒體講總好過有啲人人前人後兩個樣而家其實佢話緊阿爸同細佬，好似對住媒體好可憐，但到時到後有啲嘢諗住同佢哋交代翻，佢哋反而唔睬佢。我即係大約 get 到李永漢係想暗示啲咁嘅意思啦。好啦，講一講下李永漢今日呢一番說話我點樣睇即係講到媽媽嘅喪禮全部都係佢俾晒錢，細佬阿爸1毫子都冇出過。好啦，從件事裏邊去睇表面上李永漢好似純粹係講自己承擔晒喪禮嘅費用啦，但實際其實佢同時間都回應緊爸爸喺喪禮之前嗰日嘅指控因為嗰日鼎爺就向媒體爆料就話自己過去7至8年一直供養李永漢一家5口每個月至少俾5萬蚊以上嘅生活費就算有一段時間李永漢喺私房菜度工作，亦只不過係掛名啫。加上當時生意唔好啦，亦好似係做咗幾個月之後呢，就冇再請李永漢好啦，咁其實而家李永漢只不過係你話我使你錢咁但今次阿媽離世啲錢全部都係佢自己出咁究竟邊個使邊個啲錢呢因為見到李永漢而家對父親嗰啲經濟指控回應都其實相當具體首先佢就否認由父親供養啦，佢之前仲強調自己結婚嗰時
係冇要求過父親出錢喎。即使佢喺私房菜打工嗰時，都係由低做起啊，月薪係1.5萬元。佢今日同傳媒講呢番說話，其實就想話俾大家聽啊，唔好講到我廢喎，咩都唔識做喎，唔識搵錢喎，成日好似話到佢啊，長期經濟係依賴父母供養啊。而家呢件事啊，即係媽媽出殯嘅事件，佢就話俾大家聽，即使佢自己去做啊，一切都打理得啊，妥妥當當啊，想樹立自己孝子嘅形象啊。咁呢方面就好明顯啦，亦樹立喺李家，佢自己係有佢嘅地位啊。最後唔俾佢弟婦入去靈堂咧，就堅守到底，佢弟婦都入唔到去啊。因為之前佢都一路話呢門弟婦啊喺屋企出現咗短短3個月啊，就搞到成頭家散晒啊。阿豪仔仲要同佢女朋友啊搬出離開喺屋企啊，係啊，又話佢細佬結婚啦，就唔請佢，唔請阿媽啦。雖然鼎爺就話唔係啦，咁但係施明在生嗰時係冇澄清呢件事嘛，咁所以而家即係變咗一件羅生門事件啊。同埋你見佢咧，而家對住媒體啊，佢仍然話阿鼎爺所有講嘅說話都係背後有人操縱嘅，即係好明顯佢話緊阿李永豪啊。所以啊，就算而家解穢酒啊，佢爸爸缺席啊，佢話理解嘅，但實際上啊就並非真正意義嘅包容啊，而因為佢覺得阿爸爸而家嘅情況都係身不由己啊，佢所做所有嘅事情都係被人控制啊。咁當然個矛頭就指向細佬李永豪夫婦啦。但調翻轉頭，啲人又話李永漢阿施明生前嗰時，佢又係不停喺度控制阿施明。但李永漢就話唔係啦，佢嘅所有嘅行動只係保護母親免受干擾啫。哇！真係呢啲語言藝術啊，即係每一個人嘅行動嗰剎那，睇下點樣解釋啫。你解釋得正義就係正義咯，係嘛？所以之前阿李永漢啊，同媒體咪講咗話，李永豪有段時間就問咗阿鼎爺攞300萬，佢李永漢咪形容為分家產嘅。咁啊，李永豪當然係冇回應過記者有關呢件事啦。咁鼎爺都冇話過呢件事係真定假，佢都係跳咗冇回應嘅。即係嗰時李永漢已經想講一樣嘢啊，唔好成日話我貪阿爸啲錢先。咁細佬直頭問阿爸攞咗一個咁大嚿錢，但偏偏鼎爺一路都冇提過，就調翻轉話阿豪仔咧就有俾家用添。所以李永漢咪覺得今日鼎爺全部都係只不過係幫晒阿李永豪，而鼎爺口中所講每一句說話咧，都不停同媒體講，並非係事實，只係後邊有人控制阿鼎爺咁講嘅。嗱，喺呢件事裏邊咧，我想講，即係無論鼎爺又好啊，或者李永漢都好啊，尤其是佢哋兩父子講啲說話咁大衝突、咁大矛盾、咁大分歧，咁實係有人講真，有人講假嘅，同時亦唔排除有人各自都有佢嘅真同埋假嘅成分，只係佔幾多啫。即係等於阿李永豪同阿鼎爺從來都冇提過300萬，亦冇否認嘅。咁旁人眼中咪覺得呢件事其實真係有發生過咯，只不過佢哋唔提啫。咁所以呢方面你又唔可以話李永漢講嘅說話係全部錯晒，同埋李永漢講每一樣嘢佢都成日話係有人證物證。咁啊，真係媒體應該要問下李家橫掂，李家咁多親戚都喺呢個圈裏邊仲做緊，真係要問下佢哋啦，究竟啊邊個講邊句說話你係認同呢？啊？不過呢方面又見媒體好似唔記得詳細就去問其他人啊，或者嗰剎那唔方便問啦，咁事後可以再問嘅。不過大家都睇到啦，就算啊喺呢一場解穢酒啊，阿李永漢都回應咗傳媒唔少問題啊，但當中都有啲嘢避談喎，尤其是係遺產嘅分配啊。咁雖然表面咧佢就話而家個儀式啊未完成啊，呢個禮儀上咧就唔方便喺呢段時間講點樣睇遺產嘅分配。但同時間亦反映咗一樣嘢咧，佢避免喺公眾面前啊過早暴露有關遺產爭議當中嘅嘢啊，所以都唔排除啊，最終搞咗咁耐，其實個主菜都未開始。好啦，唔知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啊？你都喺度留個言，講下你嘅睇法啊！好啦，中意呢條片咧就可以俾個 like 或者分享出去啦。好啦，今日新聞講咗咁多先啦，遲啲再分享其他新聞，係咁啦，拜拜。